鄭思婷報導。喺台灣，一批港澳留學生去到教育部請願，要求簡化學生出入台灣嘅手續。而家有超過7000名港澳學生喺台灣讀書，部分大學課程屬於4年制，但係一般嘅港澳學生都只係獲得3年簽證，而且期間離開台灣，每次都要先攞到學校批出嘅公文，再到移民署嗰度交600蚊新台幣嘅申請費。一批港澳學生就到教育部請願，要求簡化手續。有學生支持做呢個讀書至少18、19歲啦，咁點解仲要你哋喺度咁樣去學校或者係政府仲要即係咁樣去阻撓你嘅出境咧？咁香港過嚟旅遊嘅旅客咁樣啦，嚟台灣玩嘅都已經係免簽證啦，咁同埋即係都唔使俾錢嘅。咁但係點解我哋嚟讀書嘅反而每一次出境都要俾600蚊呢？教育部大陸小組回應話，已經通知各間大學盡量簡化程序。就學校盡快就協助他先處理同意函，那學生拿了同意函就可以到他們學校附近的移民署的服務站，那申請出入境的許可，所以他會整個縮短他的一個申請的時間程序。佢又話希望喺出年7月底之前完成修法，等學生以後只需要申請1次就可以多次出境。無線電視記者龍慧如報道。